佔領中環正式啟動。靜在人海，你我非不怕，會畏懼這樣下去怎辦？但是人生到了這一晚，更怕未表白內心呼喊。站在前方，勇氣驅不散，卻信越後命運更黯淡。但是誰想要看出光亮，黑會在窗外下陣開冷。一起舉手，一起的唱，一起盡管不安，一起舉手，舉起手創，一起為應得的放膽爭取盼望。任暴雨下，志向未收下，餘生是一朵朵的花，不枯也不散。佔領中環已經發生，中環、金鐘幾個主要路段都被堵塞。我想話俾大家聽，你哋冇做錯到。我唔明點解納稅人要俾錢買催淚彈嚟打自己。若是人生錯過這一晚，怕再沒機會任意放下。一起舉手，一起的唱，係咁俾啲反佔中人士係咁打，但係警方係一啲執法都冇嘅，佢係完全漠視我哋嘅人身安全。一起舉手，舉起手撐。有人指政府縱容黑社會，甚至黑社會合作，呢啲嘅指控完全係捏造事實，非常過分嘅指控。一起舉傘，一起直撐，一起盡管不安，卻不孤單，對嗎？一起舉手，一起舉手，舉起手撐，為應得的放膽爭取盼望。被制服同埋冇任何反抗能力底下，遭多名警察嘅暴力襲擊。經過法律諮詢意見之後，本人將會向警方及涉事嘅警務人員採取法律行動。我哋警方非常關注今次事件嘅，咁啊，假若有同事係證實真係違規咧，我哋一定會嚴肅處理。長期佔領咗街道，堵塞交通，係冇幫助可以解決當前政制發展嘅爭議。為嘅只係一件好卑微嘅東西，為嘅只係一件好簡單嘅東西，就係我哋可以享有一個平等，一個好基本嘅政治權利。過去一個月，先由各位發起嘅罷課，以至到佔領嘅行動咧，係發生咗一件大事。咁所以我哋係願意係考慮咧，就向中央係提交一個報告。3、2、1，民主不怕催淚彈，香港從此不一樣，香港從此不一樣。為着明天，要記得今晚
你我用鎮定面對憂患。若是人生錯過這一晚，怕再沒機會任意呼喊。立法會我哋周圍嘅範圍係因為有咗佔領人士喺度，係造成咧我哋嘅保安嘅同事同埋警方及時去處理呢啲暴力嘅衝擊行為咧，係帶嚟障礙嘅。41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聯合聲明，強烈譴責暴徒造謠衝擊立法會。一起舉手，一起直撐，一起盡管不安，卻不孤單，對嗎？一起舉手，一起舉手，牽起手撐，為應得的放膽爭取下嗎？任暴雨下，志向未倒下，雨傘是一起身啊！起身啊！我希望呼籲大家喺週末係留守喺金鐘佔領區嗰度，讓我哋喺呢場雨傘運動裏邊繼續去爭取成果。希望大家係繼續並肩作戰。咁我哋而家個包圍政府行動正式開始，對準政權，對抗政權，包圍政府，包圍政府。我唔係俾人剝穿嗰個，我唔係俾人剝低嗰個。當然有啲人都會覺得我冇資格去講任何事情，講任何説話，只可以喺度好卑微咁樣同所有信任學界、唔信任學界或者期望學界係會做得更加好，但又再次令到你失望嘅朋友，為咗必須講一次或者講一聲對唔住。2個多月嚟，是可忍孰不可忍，是可忍孰不可忍。所以呢，現在要求警方清場嘅呼聲越嚟越高。錯過這一晚，怕再沒機會任意呼喊。自首係承擔刑責、尊重法治嘅做法。自首唔係失敗，係對政府不仁嘅無聲控訴。但有就話今日嘅時候，我哋唔再想有人被傷害，為此我哋覺得已經偏離咗我哋愛與和平。家人嚟到啦，嚟到我呢度我都唔行，呢兩個嗌佢走啦嚇，佢兩個都唔肯走，佢陪我。我要真保障，我要公民提名。